好来，1656年6月初一拜四，哦，这只足冷的，有在航路溪边啊。好，楼骹这位朋友欢迎啦哈。6月初一拜四，这是也是好天气，但是真热。微风对西北风真舒适，继续吹来，无发生值得记载的代志。有2只小胖船对西那沿海来到这，坐22个人，再来下咧的物件，1000两的日本的银锭，9锭黄金，20包面布，36担铁条，甲30捆的粗纸。由8只胖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那沿海，坐272个大埔，再来22526斤的鹿仔肉。4万个544斤的咸鱼，24900斤糖水，1000个18斤虾啊，6550斤福尔摩沙的丁，143斤鹿仔脚，232斤蚵仔，226担鹿骨，20担胡椒，30担大香木，9担地麻，46刀油豆，甲其他细项物件。6月初2拜5，天气甲这几天相像，微风对北方吹来。今仔日收到这附近迄寡外哨所寄来书面报告，讲迄边阮的士兵情况良好。6月初3拜6，早起有南风继续透来，海上有雾，海上大王透南着雨。阮收到牧师 Antonius Hanbrook 对麻豆寄来一张简短的批，无啥物重要的代志，所以毋免伫遮来讲。阮也收到政务员 Johannes Olario 对麻里麻轮经由陆路寄来一张批，数期是昨昏，批里写讲，阮顶个月20号对此地由一个派驻伫遐的士兵。早起的迄张批，伊已经对2个原住民遐收到了，但是迄个士兵到现在还未去到伊遐，也无听到有关迄个士兵的任何音讯。因此，奥拉瑞奥面对即个士兵感觉犹豫不安，无定是跋落去河里淹死咯，或者是因为迷路枵死咯吼。伫即个期间，伊捌派荷兰人和原住民去找伊，就对派驻迄个牛港外哨的下士遐知影讲，迄个士兵捌伫即个外哨，捌伫迄个外哨和哨兵三组就是斗阵过啦吼，并且讲伊甲伊对台湾砸来的物件囥伫一个西那人的厝里，要原住民对遐退伊早去麻里麻轮互伊，遐是伊拍算要去的所在。伊出发了后，因为毋知影路，捌又搁转去绕港过去麻里麻轮遐互伊吼。遐是伊拍算要去的所在。伊出发了后，因为毋知影路，捌又搁转去绕港。一摆，然后搁再度对绕港坐一台西那人的叉车出发吼，前往一个叫做大港的树林吼。伊拍算要对遐赶去麻里麻轮，但是以后就都拢无伊的消息了吼。这段写甲不得不切啦吼。但是主要重点就是讲，有一个士兵应该要炸批对台湾炸去麻里麻轮南区，结果毋知安怎吼，就无看人去吼。但是即张批有够吼，是对2个原住民遐有收着，人无去批有够吼。关系着要发动南部归顺阮的迄寡村社的人去攻打历里社人的阮的提议。也是阮的命令，迄寡原住民拢真乐意遵办。等因参与报警的时间一过，因就会真
愉快来出发去攻打。伫咧即个期间，因将会派上强大建宗，我强大建宗，我是伫照强大建宗啦，我是伫照一下华语的翻吼，教练吼。大约是安尼讲呀？什么管？我则袂记一个词，想袂起来，想着再讲。因着派上强大健壮的查甫人去斟酌侦查迄个前往遐的道路吼，就是要去拍迄个旅社的道路啦吼。含欧拉里奥迄张批当做，阮也收到海军下士皮特 Jerry 对避难经由陆路寄来一张批。即张批拢无经由任何荷兰人，是对一个村社到一个村社，由原住民转到阮遮来。数期是5月29号吼，因为伊当阵送批是安尼吼，会当有人专人甲你送吼，自头行到尾，啊嘛会使用咧算线接的啦吼，一个村社接一个村社安尼送过来吼。批尔写讲，东部的电话机已经按照惯例伫咧避南举行过咯，大家拢真满意。来出色的有对42个归顺村社来的长老，但是阮也看到讲，迄寡乡手搁伫遐哩，哦，即个词过来吼，伫遐哩摇摆吼，唱秋摇摆吼。卡咧内社的人伫咧4月29号，含阮为友，含阮做朋友的即个帕拉美社人的头剁2个人的头吼。去年12月被大南社人剁去规啊头壳的迄个巴里干社人，为着要来闪避继续而来的凶杀，所以现在全部拢逃走。因此呢，避难的执政者呢，为着要保护伊指挥之下的巴里干社，要求阮对此地予伊命令，以便伊用伊家己的士兵去攻打反叛的大南社人，去报复迄寡凶手吼，伊写血腥的凶手啦吼。大概是袂讲安尼啦吼，血腥是要哪讲？袂晓，我看查会着诶。找台语。大华线顶书店吼，这是一部我完全毋知伫倒位的书店吼，找也找袂着。啊，这是乌白道啦吼，物写着收，血腥伊嘛有收吼，讲叫做会操啦吼，伊写淡薄腔。讲即个避南的即个中枢讲，你派人来啦吼，伊无伊无讲派人，伊讲互我命令啦吼，意思你若下令，我着派人去攻打迄个叫大南社吼，互伊管辖的迄寡村社会当安宁落来。详细内容会当对该函看着吼。第三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04个查甫甲17个妇人人，再来下日的号码140担盐，153包西南薰草，15罐山酒。我前几工伫迄个台南开的店啊吼，杂货仔店。当然是较规模较小迄种 supermarket 吼。我看内底有放一个叫做山珍酒车啦吼，用车的山吹啦吼，
南部讲吹，三吹酒、三车酒，即个三字，毋知啦吼，就是因为较早吼，伫迄个人家写字伊是荷兰文山水 SANSOE 三，你听起来嘛是和三吹差不多啊吼。所以我又讲这是毋是就是我看到迄种三车酒啦。好，亲阿地米三香线，等下我查者，我来 Google 者，什么叫做三针酒、三车酒？是那迄边的百度百科有收吼，我来看者。讲三车酒是马来西亚流行的小曲米香型的烧酒，这看无吼，小曲米香型，这啥？又搁称作三五酒、三熬酒、三五酒、三花酒，因为采用3摆的蒸馏工艺来得名吼。蒸馏是大概是安怎讲呢？我来看下吼，蒸馏。蒸馏叫做蒸馏吼，蒸馏水跟蒸馏水。台语有另外一个音叫做馏啦吼，馏就是蒸馏吼，馏包啊，馏甜果吼。另外一个就是复习吼，重复叫做馏吼，三日无馏八上秋吼。好，所以就是蒸馏水吼，都有三酒啦吼，讲三花酒又个三吹酒，伊个称作三五酒、三花酒，因为采用3处蒸馏工艺得名。酒精含量是伫咧17%到48%吼。最初主要消费群体是正式园工人以及新村的居民，新村新的村庄头，后来渐渐扩展至更较广泛的人群。该酒以家己做即个土酒曲做原料，注重水源质量，就是水质啊，注重水质啊吼。使用传统的即个车的器具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好来，后壁我来个读者哦。三车酒市场现有超过100个品牌，卖价是一间150mm 3到5个零格，这应该是马来西亚因的单位啦吼。未成年人会当凊彩就买会着。根据1976年荷姆社的法令，卖即个三车酒需要摕有执照，但是无有照，你卖的现象真普遍。槟城就是马来西亚槟城吼，消费人协会多处举报非法销售问题。这个结酒的工艺长期保持传统的工序生产模式，以小规模作为主流。
所以这个酒其实就是马来西亚迄边的啦吼，三苏，另外一个音叫做三苏，是一种真俗的酒，啉的人真侪。好，我把个读啊，差不多内容了吼。好，来三车酒吼，啊有即只人即马伫咱遐写就是拢甲翻，本来较早拢无翻译，直接写三岁吼，三苏啦吼 ，SAMSOE， 即马拢写汉字，但是写三酒尔吼。凊仔地米3箱线10包面布200领草笑100捆的稻罐37袋麦仔20支条仔5支油纸线2担油2篮李仔干，李仔干敢若头一次看到吼，4捆的白纸6篮粗细的即个细杯仔甲6担来仔。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偏湖，坐6个查甫人载去5250斤的糖水。6月4号、5号，礼拜日拜一无值得记载的代志，有凉风继续吹来大多数对来南方。6月初6拜二，今仔日长官阁下写批寄去麻里麻轮甲卑南，用来答复本国个3号对这2个所在收到来批，就是寄去予政务员奥拉里奥和下属 Peter Garris， 要寄予后壁即个 Peter Garris 的批呢，对麻里麻轮就必须要经由一个村社转送到卑南去，因为要经过迄个地区的道路，已经因为七家当社人变甲对荷兰人已经无安全。伫咧写好奥拉里奥迄张批呢，阮命令伊讲爱搁一次认真来找迄个对处地去因遐却无到位的迄个士兵。此外，阁命令伊讲，伫咧无好好准备、无够的兵力以前，袂使对历史社人发动战争等等。而伫咧写好上述迄个伫咧卑南的下属的迄张批呢，阮严格命令伊爱好好治理伊迄个地区。一定要尽力设法防止原住民互相之间来抬头吼。若是要去攻打大南社人的卑南的即个要求，阮允准咯。条件是伊对伊的出击必须要有把握。详细内容就像这2张批所写安尼：天气温暖又个安静，下午天顶开始乌云密布啦吼，有3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67个查甫载去21050斤的糖水，1800斤福尔摩沙丁，5103斤的咸鱼，3933斤的鹿仔肉，104斤的虾仔，1320个油豆饼，197袋油豆甲2篮的虾仔粉。6月初7拜3，阮又阁收到政务员 Johannes Olario 对麻里麻轮寄来一张简短的批。阮对这张批看到伊顶一回来批了后，继续派人去找迄个士兵，但是拢无找到伊，只有对迄个互伊坐牛车的西南人遐听讲，迄个士兵坐伊的牛车到约2点钟路程的大港的树林。对遐，伊就开始用行，要去麻里麻轮。对遐以后，就无人看过伊咯。所以真显然吼，伊或者是跋落水淹死，或者是枵死，或者是叫刑假死吼。无刑假是我讲的吼，内底无来写吼。奇怪吼，即当中的记录内底拢无看到伊讲有。看到咸吼，台湾咸啦，毋过可能伫台湾乌咸，应该嘛无一定伫山里啊。迄当阵前山可能就应该爱有啊，对吼。好，来继续看。今仔日日是落雨，天顶也是搭着乌云，海上大蒙，也暗时啊天顶就无云咯。有4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43个查甫甲13个妇人人，再来下底的物件。
480包 Breven 鲜奶薰草，24捆的粗纸，3000袋遐8担茶米，100袋麦仔，6包面布，28个烤 jas，11罐老酒，2瓶黄金，甲1000两日本的银锭。那个8号摆是海上有大蒙落雨的天气，风对西北方吹来。有一只小胖船对平湖来到遮坐11个人，再来9只罗东用的牛，甲9罐盐线的即个白杂仔，邀3只北上的胖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南部，坐16个大埔，再去2道米。那个初9、拜5，晴朗温暖的天气，微风对西北风吹来。今仔日早起，可敬的法务议会召开会议。今仔日有6只胖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那，坐119个大埔，再去下日的物件。29,184斤鹿仔肉，18,984斤咸鱼，2,057斤蚵仔，446斤虾仔，350斤佛罗摩萨丁，10,500斤糖水，600斤沙鱼油，60袋油豆，7担地麻，25担鹿骨4若蟹粉，59担胡椒，甲52担大香木。也有2只胖船出航前往平湖，坐22个人，再去3800斤糖水，50担鹿骨。6月10号拜六，天气甲昨昏相像，天空好天啦吼，好天出日舒适的西北微风。今仔日有10只胖船对此地出航前，转去西南沿海，坐155个大埔，再去下日的物件。10,713斤咸鱼，8,208斤鹿仔肉，26,450斤糖水，4,300斤佛罗摩萨丁，1,106斤蚵仔，459斤虾仔，74斤鹿仔脚，43罐乌贼，4袋的油豆，6碗的鹿骨。864担胡椒，100担苏木，68担盐啦吼，55担大香木，甲2袋蒜香。3队有2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32个人，再来2000两日本的银锭，200捆的稻罐，20担盐，42包面布，甲30袋麦仔。6月11号礼拜日，也是好天气，透西风，安息日敬拜上帝。6月12号拜一，顶个月就是5月19号，长官阁下伫此地收到官员严白啊对下门寄来一张批，是由该官员的一个结拜兄弟trả来。对迄当阵了后，伊即个即辈兄弟和伊的胖船同齐继续留踮咧遮。现在根据伊讲的吼，准备要离开咯。因此，长官阁下就甲即个官员写一张回批，交予伊即个即辈兄弟。即张回批的内容如书信破案里所写的安尼。即辈兄弟就是堂兄弟啦吼。伫快艇 Suitland 号内底又搁装上几箱的糖来补充要航往日本的地层软。同款晴朗的天气，下晡透起西北强风。今仔日有11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212个大埔甲34个富人人，再来下日的物件，130个铁的饭碗，282捆粗纸，45包鲜仔薰草，25担盐，30斤油，900捆稻罐，3500袋虾，18拿粗细的即个小细杯啊5担茶米，150袋麦仔，29包面布，100领草尺，30袋米，34枝条啊，12领牛皮，80斤的茴香，1箱线
一箱线啦吼，含2000两日本的军艇。阮对即寡前来处队的旁船听到西奈消息讲，塔坦的将军亲自进驻安海市内，由塔坦人甲迄遐土地来回兵来的武器吼，就像伫咧农地咧犁田安尼，为着是要掘以前的西奈居民，为着要逃避敌人利败装伫咧涂骹的珍宝，而且也甲拆倒落来的厝甲条仔锯开。来看内底有藏有敢有亚空吼藏黄金或者是啥物珠宝等等物件，因用即种方法也真正找出西南人因为惊吓来藏起来真侪珍宝。塔坦人以后对敌方的即个西南人袂阁了舌吼，将会甲落入去因手里的，就是因掠到的啦吼，无论是剃头还是无剃头吼。全部抬死。另外一方面，大官郭姓爷伫咧准备要亲自带兵攻打塔坦人。这20天来以来啦吼，伊逐工咧操练吼，大官郭姓爷吼，即嘛是郭姓爷吼，真成功啦吼。伊逐工咧操练吼，检阅伊的士兵。而即个官员就是郭姓爷，将会伫咧做军带领伊的军队出征，即寡代志的真相如何？以后阮会听到。以后2只小胖船对平湖来到遮，做15个查甫甲1个妇人人，再来9只牛、10只山羊、5罐盐4个的海螺。6月13拜二，共款的好天，透早透即个东北凉风。下晡对北边继续吹来强风，去年由12号所在来处队无卖出去的迄寡班格拉的即个丝吼，班格拉孟加拉啦吼。今仔日含其他的航母同齐装入去快艇苏特兰号要载去日本，有一只北上的航船对本岛北边的敌惨来到遮。做18个查甫，再来100担鹿仔肉，16斤鹿骹，417领鹿皮，20领的水鹿皮。6月14号拜三，迄寡闪落的山羊皮，今仔日也装入去快艇鲁特兰号，日是有强风继续吹来，台湾港岛影非常的大。要暗啊，天顶阴暗，像要开始落雨，就是天乌阴天啦吼，开始要落，像敢若要开始落雨。第一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做30，有一只胖船啊，应该是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做37个查甫甲3个妇人人，再来2500袋遐，191包西南的薰草，50袋小麦，50斤茴香，1包面包，2箱线。4拿粗细小杯仔，1拿面膜仔。6月15号拜四，即个港岛呢水枵真大，有雾的天气，空中阴暗，南风强烈继续吹来，暗时啊含夜间常常有即个落雨，夹着强风。6月16号拜五，也是含昨昏相像的强风骤雨还是骤雨的款啊？查一下。骤吼，第七声。6月16拜五，也是含早暗相像的强风骤雨的天气，风对西南风吹来，海水海涌真大。今仔日甲迄寡闪落的象牙装入去迄只已经摕去几若摆的快艇苏特兰号顶头。6月17号拜六，看今仔日会使甲6月读煞吼。
同款的天气，落雨又搁真又搁乌阴的天气，海上雾气真重吼。即个港岛的水也游玩是影真大，风大部分是对西方吹来。快艇如特兰号今仔日离开站桥去停伫海楼之上，准备要启航出港，准备要启程出港吼。6月18号礼拜日天气即嘛好做咯，但是即个港岛也是影真大，天顶天真好天啊吼，出日清风对西南风继续吹来，今仔日敬拜主吼。再来是6月19拜一，早起时海上有雾吼，有大雾，吹着轻微的陆风，夹一寡雨。即个台湾港岛现在开始拢平静落来咯。即个港岛的出口的所在，根据领港员报告吼，伫个大阴的时阵，水深敢若10尺。即个港岛也比即几工持续相应而来的海水完全冲歹去咯吼。即个港岛啦吼，比即个应过来海水吼，甲冲歹去，港岛也冲歹。因此决定快艇苏德兰号爱留踮咧即个港内，一直到巴达维亚的船只来到厝地，以及强要接近航往日本的时间的后期，以免即只快艇伫个港外遭遇着不幸意外。看无？为什么会遭遇意外？6月20号拜二。好天，风又完像昨昏。即个港岛现在完全平静了。今仔日有13只航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317个大波，载去下列的物件：28,316斤鹿仔肉，28,349斤咸鱼，23,450斤糖水，4,792斤蚵仔，3,800斤福尔摩沙丁，1,500斤巴达维亚的丁，595斤虾仔，544斤鹿仔脚，293斤沙鱼油，731担胡椒，127担盐，20担面香，22担木香，40担大香木，15担乌插，755担155担的树木，拄则拢读着然后读担啦吼。譬如讲我读22担木香是连做起，规连过去吼。5匹的绿色的绒布吼，又搁称做绿色的德罗绒吼，30斤虎皮，237的油豆，2900的油豆饼吼，52担鹿骨，7担地麻，1担沙鱼丝啦吼，20担虾仔粉，甲100担赤坎的砂糖，是应官员颜碧爷的要求的。6月22拜3拜4无啥物重要代志，好天透西风。即个台湾港岛伫目前的大阴的时阵，测得水深10尺。6月23拜5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也是好天透西风。有4只航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90个人，载去11832斤咸鱼，13950斤糖水，3050斤鹿仔肉，3275斤蚵仔，203斤虾仔，真拿的鹿骨甲92担胡椒。也有一只航船出航前往澎湖，坐20个人，载去100斤糖水，150罐山酒，6罐的烧酒。3队有3只航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52个查甫甲2个查某，再来。歹势，物件落去。
这52个查甫甲2个查某吼，再来3800两日本的银锭，17包面包50斤的油，18斤条啊4袋米，即寡芳船捌伫本国月21号去过平湖，迄天还无荷兰的船只来到遐。我看着这敢有效吼，就是这菱角散的这个糖啦吼，伊是做干哪糖啊咧？我看感觉较无淡。好，6月24拜六，哦，6月24较长一撮啦，普通啦，毋是讲介长啦吼。6月24拜六早起天光的时阵，看见厝地西北方的海上有一只荷兰船往南方停船的所在航来。长官阁下就随派船务官甲台湾的领航员分别坐2只舢板去遐看该船是对一只船，是对倒位来的。这2只舢板有一只伫中岛，另外一只是后来。拢对港外转来遮，新来迄只荷兰船的下设商务员也同齐来，互阮真欢喜，知影讲迄只船是快艇阿雷姆伊顿号，是该栋便船船 Conic David 号和大篷船 Roald Walsh 号。即只船2工前还阁含即只快艇含即只阿雷姆顿号吼，快艇同齐吼。伫咧顶个月的5月20号，对巴达维亚出航前来厝地。因伫咧途中经过普雷泰蒙钓门啦吼，钓门是啥物所在？钓州在毋知影钓门吼。上水迄只 Conic David 号就留踮遐，但是该船也有定1-2工了后，就会军岛因进来厝地。即只快艇阿里姆顿号一路航来，拢是好天，无拄着任何的暴风。阮为此感谢称上万能的上帝，也祈求伊保庇还阁伫咧航海中的其他2只船顺利真紧来到遮。即个下设商务员甲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议员会批交互长官阁下。长官阁下伫咧佛罗摩萨议会里拍开即张来批，并且伫遐一托吼。批你提起讲，旧年对厝地派去巴达维亚的所有船只，拢已经顺利到位；派去印度沿海的船只也拢平安去到葡萄牙人的城市叫做科隆坡的头前科伦坡吼。这互阮感觉真愉快，真欢喜。也提起讲，总督阁下伫咧下设商务员第五一个肯定的报告之下，派商务员 Louis Buffard 先生带领快艇 Jacques 号和篷船 Zealandia 号，搁再次去东京王国。巴达维亚当局还未收到速信对广州报转来消息，因此总督阁下也毋知影讲速信伫遐的情况如何。Gerard Hough 阁下旧年带领一队足精良的舰队甲兵力，对巴达维亚出航了后，幸运去到锡兰岛。伊阁下先伫咧前往科隆坡的即个航道上轻松拍败了敌人葡萄牙人，但是随后伫咧攻击该城市。就是科隆坡时阵，伫咧激烈的战斗当中，我方丧失了约300人甲一只快艇，叫做 Mahet van Enkhuizen， 就是只快艇的名号啦吼。这只快艇是伫咧攻击迄座宽水的城堡的时阵去跨岸吼，坐对来被抢去。毋过，迄以后因游员继续咧围攻。根据可靠消息讲，该城市内底已经严重欠粮啦吼，欠食，显然
无法度挡偌久咯。因为伫即个围攻的期间，伊完全得袂到对我会来的支援，所以我方会处得胜利是无可怀疑的代志吗？对去年12月24号和今年2月3号，对巴达维亚有10只大船航往荷兰，载船的货物总量是2711914毫吨。另外是伫个 Gasper van den Bogarden 阁下的机制之下坐船啊，转去啦吼。3队去年对荷兰派来巴达维亚的所有船只拢顺利到巴达维亚城。另外有一只今年派来的另外一只今年派来的新的船也来了吼，并且早来好消息讲，去年由 Van Goens 阁下指挥对巴达维亚出航的迄14艘船，全部拢平安转来到阮可爱即个祖国的港内。阮为此必须要永远称颂阮的上帝。其他代志当对上水迄张批详细看到吼。我休一下，看卖时间剩15分钟。好来，继续讨论吼。今仔早起遮尔啊港船伫港外下晡起到快艇安尼每顿河边啊，风真强，来对东北风吹来，天气真好也晴朗。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务议会再度开会，阮收到迪罗山的政务员 Nicholas Lonius 对遐寄来一张无介重要的批，是讲伊甲伊辖区内底的居民自古以来惯势的迄寡骚乱讨嫌来处理得当，互当地人嘛感觉真好闲。以前真荒废的即个打麻社，现在又搁重建起来咯，也建造了几啊路。即寡居民现在已经用因的家己语言举行阮的教会崇拜。牧师 Petrus Musk 已经学因的语言，学到伫个倒起来就会当用来讲道等等。我毋知家己读啥。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日本的南端，就是龙礁。坐狗的查甫无载好，要暗仔天顶大乌云，非常的安静。微风对西北风吹来，落一阵骤雨，就是落一阵真紧的雨啦。夜间也落真强大的骤雨。6月25号。台湾的港岛现在引擎大，看起来海上搁较硬搁较大，因为迄只快艇安尼每顿号，为着避免迄个北平礁区的危险，伫个透早航离开南平停船的所在，去停伫个小可伫外海的所在，去遐停车了后，毋是停船了后，阮即边眺望了一段时间。眺望啦吼，我记得是读做调啦吼。台语嘛是吼，你嘛会晓的嘛是会当有边读边吼，每边自己编吼，每边看中间的哦，是安尼讲吼。copy。眺望的眺，两个音，一个是跳，一个是跳，吼，意思拢相像。目睭无四只，目睭带，远远在看，拢叫做跳甲跳。
第2条甲第3条吼，拢会使。转来日志遮，我日志啥对？开到煞无去。哇，只好定开。日咱野啥日子？1656年6月25吼，拄读到6月25。我搁定读啦吼。6月25礼拜日，台湾港岛现在影非常大，看起来海上影搁较大，因为迄只快艇阿里姆伊顿号为着避免迄边北边礁石区的危险，伫透早航离南边的停船的所在去停伫小可外海的所在去，伫去遐停船了后，就阮即边眺望一段时间。大概是想要知影讲，因是毋是必须要离开即个沿海前往偏湖。当天气佫开始晴朗起来，迄时约了上午10点钟，阮看见另外一只大船，甲一只大篷船来停伫个上水迄只快艇阿里姆伊顿号边啊。迄两只船应该就是 Koenig David 号甲即个 Rotvosc 号。伫即个期间，伫个今仔日上午。迄只领港船对迄只快艇阿里姆伊顿号装号转来入港，为着要争取时间，命令即只领港船落号了后，伫个瓦中岛时阵，佮对此地出航载船务官 Oak Peters 遵照书面命令，去伫个船长 Cornelius Lucifer， 伊请求要起山一逝吼。就是伫即个船长无伫个时间咧，去指挥上述快艇阿里姆伊顿号1-2天，就是迄个船务官吼，并且留伫该船顶，直到该船长转去船上，阮也利用即个机会寄批去互迄寡船的主管，命令因留踮咧港外，一直到接到进一步命令，并且尽量较紧甲阮讲，因会当承诺啥物物件，并且甲因讲。除非是拄着紧急状况，伫阮即个社保放通常的信号以前，不得家己离即个沿海，而且若伫个夜间拄着紧急状况，必须要航离即个沿海，也必须先放信号来通知阮。早起落一寡雨，天气真热，点钱无风，今仔日拜主，敬拜主吼。6月26号拜日，早起呢，海影也阁有小可大吼，但是中昼就阁平静落来，因此下晡迄只领港船就该动大篷船 Rotvosc 号来入港，来到即个城堡头前，即只大篷船是昨昏和便队船 Koenig David 号对巴达维亚来到即个南边停船的所在，即只领港船对上述迄只 Koenig David 号装运粮食甲金钱入港，并且来甲落来落号就对了吼。上述迄只大船 Rotvosc 号伫个航行途中失去了一支桅杆，必须要该补充一支桅杆，才会当出港航行。为此必须要开几若工的时间，因此将互迄寡船的落号的工作来煞慢落来吼。安静的天气，有微风对西南风吹来。今仔日阮收到一张去摩里摩伦，寄去互摩里摩伦政务员 Johannes Olario。
但是对伊受着批嘛，好，答复讲最近对伊遐受着来批，主要还是要爱伊注意哦。所以毋对是台湾这边吼，无论下好伊的这命令啦吼。爱伊注意，关系到对历史下的战争，将来必须要更较深入思考，更加妥善商讨，才会当进行。对处理历史、家庭甲放所啊，国社的人最近发生的迄寡真体弱的代志吼，也共款，必须要更较详细来思考，更较妥当来商讨，并且讲即寡人所遭受的体弱甲损害吼，咱必须搁再加以报复。上前会当对即张批看到，今仔日也伫佛罗摩萨议会决议，比如迄阵 Koenig David 号要用来做本柜派往日本的第二帮船，就像对决议了会当看到安尼。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海，坐13个大波，早起7750斤糖水，1750斤佛罗摩萨的丁，75担胡椒。6月27号拜二，大胖船 Rotvas 号来瓦克站桥停船，落一寡船顶的货物。而迄只领港船伫咧早起启程出航，直到要暗嘛才会当出港，因为即个港道也是用真大。早起启程出港啊，驶到下晡天暗啊，才驶出去。阮有收到荷兰的政务员 David Hartwell 先生寄来一张本国个25号写来批讲，伊迄个辖区一切称心如意吼，特别是迄家位啊，当地人正式的作物，有希望收获良好，有希望收成会当较好啦吼。有一个伫咧马里干社的学校教师，因为伫学校体罚囡仔以及其他垃圾的不正当行为，被居民强烈指责。哈图我请示阮爱如何来处理即个人吼。伫遐的主治医师 Christine Bayer 因为持续破病来渐渐衰弱落去，因此需要派另外一个人去接对伊的工课吼。迄条虎尾溪的小溪甲后场已经按照往例为当地居民的好处，以52个来出租互，对，等于是北港一年啦吼，等等。天气良好，微风对西方吹来，有5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27个查甫甲8个妇人再来下咧好物6000秒日本的运订，3订黄金23包面布50道麦仔487包鲜奶薰草230捆的稻罐17斤的油5支条啊10支油纸线3道钉仔4担牛皮2担面粉甲3罐老酒。6月28拜3，我看嘛，剩3分钟，无到3分钟。6月28安尼，这明仔载读啊啦吼，6月28较长啦吼。其实嘛无讲介长啦，好，这明仔载读啊。我看一下，啥笔记哦？无啦吼，无啥物笔记。3年讲蒸馏会当个咧呛底吼，我查一下，这里我袂晓读的。呛底，做台语看卖，因为我无看到这个书。
Ambry Marino 拢是先收蒸馏、鹅、鸡、蒸馏。我看了呛，迄是读做呛哟，我无就要读，华语无晓读。鸡哦，鸡即个字用途非常的多，但是真侪人毋知影酒类的酿造蒸馏就是用即个酒吼，鸡酒吼，鸡酒叫米酒，叫高粱吼。较早阮伫庄骹有时会家己头鸡酒吼。所以即个书我是自细汉就听过啦，听阮阿婶、阮母因讲咧鸡酒吼。头鸡酒当然是足细腻，暗时啊利用暗时啊头啊鸡酒安尼。就是较早酒是专卖嘛，敢若会当公卖叫会使卖尔，你袂使家己鸡酒吼。了就是送警察局的吼，较早吼。好啦。6个礼拜后回再过来读吼，所以6个要刷，过来就是7个吼。即嘛一工读会当读要1个月吼，咱明仔载再过来继续吼。明仔载继续应该会使啦吼。好，好，安尼我来关房吼，感谢各位。